因为学生的一句话，老师我敢会使学bài林，原本伫咧南投教册陈培云老师开始用家己的薪水买bài林来互囡仔来学音乐。看到偏乡资源较欠缺，伊就向因翁来同齐来做，无私的付出，嘛，互伊得到吴尊贤爱心奖的肯定。一开始带他们的时候，就是当成自己的小孩在带，所以那就好像在看自己的小孩长大。原地伫学校教美术的陈培文老师，97年的时，因为学生无意中的一句话问讲，老师我敢会使学bài林？因为这句话，伊就甲家己辛苦赚来的薪水摕来买bài林，互囡仔用，最后连因翁嘛做伙聊落去。那时候是考绩奖金下来，然后就买一次是买4把琴。我记得那是某个星期三的下午，琴来了，然后就带着他们开始练琴。然后他们当然是很开心啊，可以摸到一个不认识的乐器。就是不一定是要支持的，只是讲嘛是会感觉讲安尼开落敢有即个价值。代志就真简单，就是两个人要做，若一个无爱着，一定会崩溃的。陈培文翁仔某过去在南投创办亲爱音乐艺术实验教育机构，甲亲爱爱乐弦乐团，带偏乡的囡仔学音乐。最近因为教室无法度去使用，后来找到新德关德东火车站附近这搭，准备要重新开始。就算讲搬所在了后，因有时会逐礼拜塞车去载较细汉的囡仔，对南投山区来遮参大家做伙学音乐。喜欢帮助别人，然后如果说要从中得到什么，其实没有什么，就是别人可能会说助人为乐，但我不会觉得说帮助别人之后啊我就好快乐，是没有帮助别人很痛苦。尽量看到人斗相共，对这个社会有贡献，安尼就好啊。这个物件才有法度继续传落。亲爱爱乐一开始用音乐陪伴部落的囡仔，后来豆豆开始照顾这群囡仔的生活，算来到单已经16档。目前上大汉的学生已经25岁，上细汉的才3岁。对因来讲，乐团就是第2个厝。就是我从来没有打算毕业之后要离开乐团这个部分，就是在乐团真的很舒服。今年陈培文摕到吴尊贤爱心奖的公益服务奖。伊讲，这几年来，因翁仔某2个人根本都唔敢去算讲到底已经开偌济钱去。不过，因为因这款爱帮助人的个性，若准佮予因一摆机会，因嘛是会做同款的选择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